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肥女呢个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个共同重绕咧啊，大家都在讨论啊，从事个武汉肺炎个问题哦，特别绕墙线上咧度咧片咯，大家咧分享。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佢系马莎咧，佢系来自苗栗台前艺人嘅副人总车伟忠先生分享。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係苗栗台前醫院車偉忠車醫師。先生你好哈，真年輕歡喜先生嚟到亞片同大家嚟講，其實你下大家都請從事嘅武漢肺炎的問題哈。不過節目一開始同大家嚟講嘅係肉骨研議，對不對？好，來肉骨研議，先生有看過冇？做風一比茶，我是醫藥啥？要啥？哈，同大家嚟講，我就會講，係講你每天早上喝起來一杯茶，可能你就唔是看欣賞哈。所以你看，今天分享這個肉骨研議哈，因為特別係欣賞來到亞片，故說有一些壓力哈，因為欣賞就說哦。真的是這樣嗎？我就俾講，其實也係以前肉骨研議，有冇留下來嘅肉骨研議？其實意思就係講，計量時期就會按講，係講你烘起來嘅時間淋一杯茶，就佢唔是去看欣賞，可能講嘅係飲茶嘅好處啦。不過係講你要輕科學、輕精準去討論，到底係咪飲茶嘅問題？可能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不過基本上。總言之，就會同大家來分享，按用以前留下來嘅肉骨研議，亦有意思哦。大家記得哦，做好一杯茶，我是醫藥啥？然後，所以老師醫生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聽到按用嘅肉骨研議。對，第一擺其實以前公司才發嘅客家人真嘅留下來青島，按用嘅資費有時候也許同一下嘅時代冇共用，不過計量是真的，你會覺得輕有意思哦。對，不過基本上真嘅輕歡喜邀請醫生來到亞片，其實會講嘅就是我們最近大家都非常重視，也每天都是在關心、在討論的這個武漢肺炎的問題。對，那我覺得一開始就先跟大家分享，因為我們今天播出的時候是19號，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在18號早上得到的最新的一個訊息。對，我覺得我們就先從我們最近大家最關心的19、20、21、22的案例開始來討論，這樣子。對，因為我們最近才發現第19個案例開始，對，醫生有很多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對，第19個案例啊出現，大家都懂意外了哈，因為都嘛我有19、20這兩個案例出現哈，可以因為講最近疫情啊世界各國疫情越來越嚴重，尤其是日本同新加坡。兩個地方，喺平常因為講公共衛生做親好的地方，好，它的醫療衛生、醫療水準也是在已開發國家的這個水準，但是呢，居然發生了社區的感染，對，好，都得到武漢肺炎的病人本身又冇旅遊史。對，冇接觸史，對，給佢都死態了，對，都按樣偏了。所以我們國家都在想，會不會我們有這種問題，我們沒有發現，對，所以疾管局就從2月12號開始，是針對他疾管局裡面收到的一個血液檢體，是，那這些血液檢體就是最近報上來流感重症抽的血，不是血。那個喉嚨的那個痰液的檢體，我講錯了，是痰液的檢體。那這些痰液的檢體檢查出來又沒有流感，但是他又報流感重症的，把這些檢體哪一款有武漢肺炎的偏通盟，是，結果113個檢體裡面有一個是陽性的，就是我們的第19，就是我們的第19例，對。這個病人是陽性的，對。那後面我們再去追這個19例的病人，他是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有接觸史的可能性？對。所以後面的話再去追問他的一個病史，是才知道他是一個白牌的計程車，他大部分的接受的客人都是中港澳的一個客人，對，好。
所以有可能是经由这个机会，他得到这个对这个武汉肺炎的是偏痛。因为公司才发按有个新闻一出来的时间，大家就会先恐慌。对，我觉得这是人性，对不对？大家就会讲说，哎呦，嘿没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社区感染，因为在18例以前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其实政府跟疫情防疫其实可以做到清后，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好像看安心，按有个感觉啊，你胸口那突然发现，而且是一个死亡案例，你发现到按有个死亡案例的事情，会觉得他突然竟然是第19例，而且他一开的时间就用行商供给他没有出国旅游史，对不对？他又没有好像跟什么确诊病例有接触，所以医生我能不能说，其实也是警觉心。因为我们先看到了日本、新加坡有按勇给例子，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警觉心，所以是回溯。我们是回过头去检查所谓的像是什么流感重症啊，或是肺炎，竟然又阴性，可是竟然最后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回溯检查，才找出这样的一个案例。对，所以大家会吃豆公，大家开始恐慌，为什么？因为19例马上就有20例，对，是他的弟弟。然后呢，最新的新闻又出来，又有21例跟22例，也妈妈给妈妈还有她的外甥女婿，然后他们好像是说泰嘎因为泰嘎聚餐，起飞是半个时间泰嘎遇到，就变成多了2例，这样子。对，所以医生你看待这件事情，你是用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吗？就是我们还是要防疫从严呐，对，要从最严谨的态度去看，对，因为如果要讲社区感染，有社区感染的一个定义啊，对，那我们只能讲它可能有社区感染，对，或者是隐性的社区感染，或者是社区感染的一个个案事件，还没有真正变成一个我们走动就会产生感染的这种真正的一个社区感染。是，好，疾管局也有讲说，社区感染呢，征兆有4个征兆，第一，你的都偏，情都验验，目前给多个情验验，还没有找到过给多地会接触到哪一个中港澳的客人，他才得到那个源头还在清查中，对，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哈。那第二个，本地的自己感染的病人，对，要比从国外进来的病人还要多很多。对，那目前在我们国家某案例情况，目前看起来境外的案例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境内的感染。对，第3个都要讲哈，已经出现连续性的传播，都1传10、10传100，按照现象，目前没看到。对，没看到哈。是。去检查个19、20的案例里面有70几个人嘛哈。对。70几个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检查到，大部分都没检查到哈，所以没有看到。对。第4个就是我讲的广泛性的群聚事件，都会讲，譬如说19案例，他们家人家族有1群人。这个叫一个群聚 ，palliative 可能接触到某一个人，那个人在他家里或他的附近又有一个群聚，对，那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群聚，那看起来好像没有相连，但实际上可能有相连。是这种独立的群聚事件，它有时添加当真正的有社区传染。是，所以目前还没有到社区传染的这个定义，但是我们要从最严格的角度，采取最严格的一个防治措施来做这个预防。对，所以基本其实特别要求欣赏类都亚边就会同大家讲，其实还不要那么恐慌，对不对？我们要很严谨跟很严厉的去防疫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在心里面产生过度的恐慌。对，目前我们是讲社区传播的征兆，刚刚医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其实必须是这4点。那目前其实亚六你台港抗疫的一个情况还没有是完全到达像社区传播这样的一个
状态这样子。不过说实在，为什么人民会恐慌？原因也是这样。比如讲像黑讲奶油按给问题，不讲奶母题，对不对？我回去跟我自己的群聚里面聚会，然后在里面如果不小心感染了，那里面再去他自己的那个群体里面，我觉得这样的社区感染就是这样发生的。对哈，所以基本议题其实共老太讲了，共的就是社区传播的征兆。我觉得请大家先不要太担心。共到鸦片刑伤，因为我们的第19案例，因为他我们从新闻上面得知，他本身其实是重症，对，然后他因为有糖尿病的问题，然后所以他其实引发了他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其实也很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其实重症就是我们其实针对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它是有一群重症的高危险群，要特别注意。对，这次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分析起来哈，是。大部分都是中年或老年的慢性病的病患，是，就是说你本身有慢性病，那年龄又中年以上，这个的死亡率会比较高。对，像19个案例里面哈，其本身又有糖尿病，又有 B 型肝炎啊这些慢性病，好，如果控制得不好，再加上病毒的感染。当然，免疫力比较差，它产生重症的机会、死亡的机会就会增加。对，不过像亚哈其实流感跟问题清洋虫，还有大家还有很多亚黑，我们说感冒还有跟问题，你可以欣赏。我觉得就是大家对症状其实会开始，为什么也会造成一些恐慌，或是好像自己会一直观察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像武汉肺炎跟肺炎，对。这个区别，因为当时第19案例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1月27出现咳嗽，然后他2月3号他去宽心伤给时间，可是就他是被观察为肺炎，所以其实肺炎跟武汉肺炎的症状其实是很相近，对，很像差不多，所以其实又动都好做啲动都感问题做啲讨论，你先休息一下，等下长再讲。今日东方一周的绕墙头类子苗栗界台建易燃界复燃中，茶不一种复燃中类度俩偏到大家在讲吼，真的最近大家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整个当然都得讨论有没有？比如你上班的时间也是会有点紧张啊，要不要戴口罩啊？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哈？不过更多鸦片太家庆，我们可以简单同大家来讲一下，因为19例这个其实造成大家的关注又更深入，因为。我们就会在想，是不是没有症状也可以传染？那到底肺炎跟武汉肺炎，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其实一开始是先诊断成肺炎，对，结果它竟然是武汉肺炎，对，武汉肺炎其实就是肺炎的一种，它本身都会偏突引起的肺炎，只是发生在武汉，所以我们俗称武汉肺炎。它其实是一种偏突引起的肺炎。是一种冠状病毒，对，冠状病毒是比较少见的病毒的一个感染。一般的肺炎都分成2种，一种叫典型，一种叫非典型。典型的肺炎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细菌性感染的肺炎，症状明显，X 光也很明显，很容易就诊断出来。还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肺炎，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不像发烧啊、咳嗽、流鼻水啊这么的严重。好，那 X 光的表现也跟一般肺炎的表现不大一样，不是那么集中性的，所以我们叫做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里面最多的就是病毒，就是病毒引起的。所以其实武汉肺炎就是病毒性肺炎，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非典型肺炎。对，所以整个不管是典型的、非典型的肺炎，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对，只是一个比较看起来症状非常的严重，你很快就会想去看病。是，那一种非典型就症状感觉比较轻微，对，会让你忽略，你不会好像只是感冒，对，你不会很想说一发烧一有症状就会想去看病，在家里休息一下，对，就会这样子，对，没有那么严重，对，所以这种非典型肺炎的话，有时候就是常常会造成就是延误就医的一个情况，对，好。那其实以前我们的病毒性肺炎，我们可能常常都得到，但是因为是常见的病毒，
所以我们自己就休息，自己就恢复了。是，那偏偏碰到这种不常见的病毒，或者是从来没有遇过的病毒，身体没有抵抗力，就会产生像这么严重的一个疫情。对，就像这一次的那个武汉肺炎，对，还有17年前的 SARS， 对，都同样的问题。是因为为什么会按勇给讨论事情，就会讲我们都知道，在其中有一例就是意大利，从意大利旅游回来的，他们的一家4口里面的2儿子。因为为什么会让大家也觉得，哎呦，因为其实几个温迪就会他完全没有症状，对他的表现是没有症状，可是他一样有可能有传染的能力，对吗，医生？对，因为非典型肺炎有时候就症状很轻到你几乎抵抗力好的感觉就是没有症状。好，但是，第17例，不是第一个。第一个的话是我记得是第18例，2月9号发现的18例，哈，那个是没有症状的。是，那没有症状又确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疾管署都宣布，只要是跟确诊病人有接触的，即使没有症状也要采检。是，我们的政策改变就是因为那一例。对，所以你看，像17例、18例，还有现在的20例，都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它就有传染力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它跟我们以前的 SARS 不大一样。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病毒哈，基本上没发生，没嘛症状，它都有传染力。可以传染多久，没有人知道。那以前的 SARS 比较好控制，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发烧就不会有传染力。好，发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只要去抓它发烧，对，好把它隔离起来，就不会传染出去。对，好，但是武汉肺炎没有办法，没有症状的时候，它一样有传染力。而且你甚至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感觉，对不对？我没有症状。但是上天是公平的，因为 SARS 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发烧才有传染力，对不对？对。但是它的死亡，它没有办法，它的传染力没有那么强，但它死亡率比较高。对。武汉肺炎病毒的话，传染力是很强，但是死亡率比较低。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大概都2.多%，对，低于3%以下。对。不过共同鸦片其实目前我们已经有药已经在研发中了。我们说治疗的药。那个有一个新药的哈，叫做中文翻成叫做瑞德西韦哈，是好 Remdesivir， 那个是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药厂，好，它吉利的药厂，它本来是做吸肝的，那它本来是要做伊波拉病毒的药，结果这个药呢用在刚好波士顿那边也有一个武汉回来的一个确诊病人，是就用在这个病人身上，效果很好，1天就会痊愈了，是，所以效果非常好，但是只有一个病人而已。是，对。不过我觉得共同鸦太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的数字。其实回到台湾，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确诊病例现在是22例，出院2例，这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最新讯息。那死亡1例，就是我们那天讲的是第19例，19例。对，那我们看一下，其实总轨给片目前其实已经超过7万。对，然后死亡是1772，那就是这个数字就像行商共其实你看一下它的百分比的确也3%，对，2.4、2.5在3% 以下。对。不过那时候很看两周给事情，大家都在看到就是行商共比如像新加坡、日本，像新加坡现在75例，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然后整个这样子累积下来，那这个大家最近也一直在关注的，就会日本给钻石公主号有454例的确诊，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然后令大家觉得非常的恐慌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死亡的话，就像行长跟你看法国也有1例，对。然后特别讲到我们这边特别来讲到这个钻石公主，好，对。然后我觉得也讲到，就大家就开始讲说隔离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医生也会提到，就是说那到底按勇给隔离是怎么样有效或无效？比如大家就开始讨论说我能不能搭飞机？对不对？我能不能坐高铁？哎呦，走不得，走得有人走，哎呦，它的传染到底我要怎么样来防护？我们现在也要包机去把它载回来嘛？对，把它载回来。但是如果以武汉肺炎，我们2月初的时候第一次包机的一个经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好，我们总共
再回来247个病人，247个一例确诊病例，只有一例发烧确诊，对，其他11个有呼吸道症状，后来都没有确诊，没错。那其他人都是没有症状，对，所以隔离到我听说是18号、19号已经出来了，对，在18号的时候已经完全出来了，对，所以做很好的一个防护，好，然后很好的一个检疫，是在飞机上，即使你已经知道有一个武汉肺炎的病人坐在那边，其他246个病人也通通都是好的。因为泰卡，你知道我们一般老百姓们有兄弟嘛，泰卡就会知道说，哦，我跟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对不对？然后我跟你待在一起10几个小时，比如说你可能会比到迷鬼呀、看一眼个 T 缝10几个小时，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感觉上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被传染的几率会非常非常高？时间久，我当然是有可能。我们的证据，我们现在的证据是2个小时都很安全嘛，飞回来2个小时是好，因为做好很好的防护。对，那飞机上其实也有一些 HEPA 的一个空调系统，对，可以过滤99%的细菌，而且定期换气。这个系统就跟一般我们医院开刀房用的系统是一模一样，几乎是无菌的一个系统。所以过滤的情形，防护的效果非常的好。对，所以也是这一次回来，我们没有发现有其他案例被确诊案例感染的情形。老师，那长途飞机呢？如果说你现在要出差，一可以飞给时间太咖啡，你刚刚用掉总州对吧？当然了哈，就是有人会问说，我现在搭飞机得到的染病的机会是怎么样哈？那当然你基本的防护还是要做，对不对？但是你得到疾病的机会，跟一群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戴着口罩得到的机会是一样的。哦，所以从哪一块一样？不会更高啦，是不会更高，所以是一样，对不对？我搭高铁也一样嘛，对不对？防护要做好嘛，是不是？对哈，我们的泰卡就会更多鸦片。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预防的一个方法。对。那这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是口罩嘛，我们一开始同泰卡的讲，就是你先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啦，禽鸟。对，现在已经怀疑有社区感染的情形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做防疫的时候，对，就像在打仗。是打仗，敌人来的时候，第一步是什么呀？堵弹啊。对，我们不给你们来呀。对，我们现在就在做防堵。外面所有的敌人堵到外面去。我这个防堵我们做的非常的好。是，但是很不幸，就是有一例是在社区，就19、20发现了。那接下来就要做什么样？减灾，在尽可能范围之内，把它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让它不要扩散。对，所以防堵跟减灾就像打仗一样。好，我们在做防疫也是用这个2个观念在做。那现在已经可能有社区感染，那我们平常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第一个，尽量都莫以接触野生动物、禽鸟，也不要去吃啦，也不要去吃啦。那你现在吃禽鸟、吃蛋啊，最好都煮熟了。对，这样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禽鸟这蛋会不会是第2宿主。是，然后再进入人体里面，它虽然不是第1宿主，它可能是第2宿主。对，所以生卵还能要煎熟，全熟。你鸡肉啊、猪肉啊这些鸭肉这些还是要煮熟来吃熟的。对，所以其实以风改缝隙除了线上讲的，其实两团时间该煮熟的东西切都会煮熟自然，还有冻豆改为了学习为了了解，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来讲。
你今日刚请副院长特别来到两边，然后乡亲朋友来分享吼，其实两就大家都重视的武汉肺炎感问题吼，你讲到预防方法，首轮节目线上有讲到，其实像野生动物禽鸟，我们真的最近就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嘛。我们刚刚老师喜上讲第一关，我们先帮你防在外面，对不对？第二关，我们现在有可能有社区感染，我们自己要更拘谨一点点。对，听医就会讲到戴口罩这件事情。哇，口罩这个最近因为口罩之乱，大家给讨论真紧轻度，给管量也冇够用，然后防凶也冇一听，所以欣赏你大家同大家的讲一下。好，那先讲个预防方法哈，体重跟野生动物冇接触，禽鸟尽量冇接触。真的要吃的时候煮熟来，蛋也煮熟来。第二个都会讲哈，你看有出个例行啊，你转了生命链哈，如果身体有感到任何不适，赶快戴口罩，尽速就医哈。第三个，平常偶尔你也会过敏会咳嗽嘛，奶就会按有对，咳嗽一定要戴口罩，咳嗽戴口罩哈，因为飞沫传染是，跟接触传染是我们现在知道可能的2种途径。对，通常我们戴口罩是为什么？是要防止我们的口水或飞沫不要喷出去，喷到别人，不会喷出去。对，不要喷出去，不是别人不要喷到我，是我们不要喷出去。不要喷别人。对，因为我们大概飞沫大概最多可以喷1公尺左右。是，好，所以你盖住。这个很重要，1公尺很重要，因为隔离就要1公尺。为什么居家隔离要1公尺？等一下会讲到。我跟医师这样是1公尺吗？绝对1公尺，我们非常安全。好，所以第4个就是要勤洗手，肥皂勤洗手。对，因为接触感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肥皂勤洗手，要尽量，而且要尽量避免摸眼睛、摸眼睛、对嘴巴。对鼻子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大家就知道，哎呀，我就戴口罩就做的，大家胸口呢，还讲有一个你的飞沫喷到这个桌子，哎呀，你摸一下这个桌子，对，你的手就有了。你大家不知道，我戴口罩，不过你就摸眼睛，对，其实就有问题了。所以其实手部的干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摸之前先想有没有先洗手，而且要刚才摸过什么东西？对，而且还有搞太嘎哦，你岁数没经多水就好哎，你要认真一些，你给水。对，我要讲呀，肥皂勤洗手要洗多久？ 40秒到60秒，对，很宽熟，对，还有宽洗稳。用干洗手洗手呢？超过20秒，20到30秒。对，也就是那个什么内外夹攻大力，内外夹攻大力丸，对。5字诀不7字诀7字诀你们这边是5字，内外夹攻大力丸嘛。内外夹就是这个夹，对，缝攻就是手掌的背哈。对大就是大拇指虎口大拇指。力就是这个指尖嘛，指尖哈。丸就是手腕这边哈，然后冲掉。所以你这个7个动作做完，洗手、洗肥皂或者洗干洗手，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的。就是彻底的洗干净，所以洗手最重要的问题是洗的时间要够久，对，才能够把这些病菌洗掉。为什么最近会说洗完之后一定要擦干手？他说没有擦干手之后，有可能那个病菌会残留。对，因为他们就喜欢在液体里面嘛，对不对？大家真的会注意哈，色素给缝塞。第5个就是因为现在有隐形的社区感染个案哈，所以。更要少去一些人多拥挤的密闭场所，对，像医院啊、传统市场，能不去尽量都不要去。对，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开会都用视讯啊，对，好，我们很多吃饭都是叫 Uber 啦，对，网购啦，就是尽量减少到这些场所。我想现在的一个疫情发展的状况哈，我们做到这5点。大概就很足够了。是。不过在这边想要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口罩嘅问题。口罩嘅问题还可以清两种，因为大家会知道都戴乜嘢口罩啊，然后有没有效？可是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最近因为老师刚刚更多像群聚，我们先讲出国好了。所以最近大家就会考虑，我到底还要不要出国开会？对我到底我钱都缴了，我到底要不要出国旅游？甚至泰卡会吃豆公，然后结婚呢？我的婚宴到底要不要举行？哈，对，我们这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比如像港澳、新加坡、泰国、日本，港澳已经到第3级了，所以民众应该避免到当地，除非有非必要性。如果
这个问题是在1个礼拜前问我答案会不一样。哦，2个礼拜前问我答案也会不一样。是。现在问我答案也不一样。是。下个礼拜问我答案也会不一样。我们，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对，能不出去尽量不要出去。是。因为这个疫情现在看起来是大家是越来越严重了。对。啊，所以将来影响会更大。那你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想说，我已经都订日本了，到底要不要去？那你赔了1-2万块钱，这是值得的。是，如果你真的去了，日本的这一次日本做的应变措施让我们很讶异。因为日本没有过去他没有 SARS 的经验。对。那我也不知道日本的总统在想什么东西，总觉得他的防疫慢半拍。对。所以社区感染我觉得是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对，所以一旦你去了日本，好，万一发生社区感染了，你要在那边隔离，对，隔离要治疗，对，要花那么多钱，对，这没有健保哦，对，对不对？你回来以后呢，又要被隔离，对，隔离又要14天，对，那如果有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又有一个问题，是，对不对？这14天又没有薪水，对，你这来来去去的钱就比那1-2万还要多了，对，而且身心受折磨。是，行常工都隔离哈，因为压底腿板黑公你有爱用给接触史，或是我们会做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对啊，对，但是有太卡就会知道讲，吃都轻痛苦，有没有？你看就行常工14天呢，俺那边都做不得起。对，不过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投太卡来讲，要还真的有其必要性，而且大家一定要遵守。对，对，真的是完全不能出去，待在家里。对对，因为我们2月16号已经启动社区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案，是我们医疗院所都已经接到，那现在层次已经提高到14天内只要有国际旅游史，是只要有国际旅游史，不管你去哪里，不是中国以外国际旅游史哈，然后呢回来以后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只要医师认为你有高度怀疑有这个东西，你就要采检隔离了，就必须采检隔离，对吧？对，因为以前没吃到讲，你黑妹从港澳回来的，对不对？我们以之前的政策是这样，可就像喜长讲，其实防疫如同作战，我们随时看我们战场上的状况，随时来改变我们的策略。对，有可能今天的策略跟明天策略会改变。对，对，他其实公布就会公，你如果是不管你从哪里回来，我们只要怀疑你好像有一点点发烧，我不管你是从意大利还是芬兰、北欧，对，我们就会采取隔离案用。那我就是从今天的节目也是从受有给雄起朋友来讲，还讲真情，我觉得防疫视同作战，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遵守我们政府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策略。我觉得大家一起，我觉得防疫是大家一起努力，它才会更好这样子。对，而且我们其实也是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你黑公女安跟问题，你要打1922，对，打1922通报嘛。对，我觉得不要害怕，不要不好意思或是恐慌，怕别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你。不能隐秘疫情，不能隐秘病情，因为其实你是帮自己，你是帮着整个大家。对，这个很关键，也很重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隐匿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讲，挑战人性啊！因为经常你知道泰卡会讲嘛，黑帮来共有泰卡会用什么样异样眼光来看我？对，所以医生，所以这个部分从 SARS 经验，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东西打败我们的不是病毒，是我们的人性啊！是人性。对，是。像哪些人要隔离到哪里？那边的人就反对了，对，所以这些很多都牵扯到人性，对，所以好，节目其实时间真的进行得很快哈，最后1分钟还有一些时间，1分钟听听。那亚边有一个口罩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说，最近大家对于口罩，其实醒常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口罩以我们手上这一个是可以来过滤我们的病菌。口罩，我们这个叫做外科口罩。是。外科口罩就是一般我们在医院用的口罩，是可以隔离病菌的。对。这里面有3层，这外面这层是吸附细菌的，对。这里面这层是吸附口水的，是。中间有一个静电层把它隔开来。是。所以脏的是，如果口罩其实是给病人戴的，对。健康人是要勤洗手，对不对？对病人来讲，里面比较脏，对。
对健康人来讲，外面比较脏，所以不一样。是丢弃的方式、折的方式就也都不一样。对，要记住，口罩是给病人戴的，正常人是勤洗手最重要。大家记一下口罩是要给病人戴的，因为你戴一了个时间是怕你把你的口水喷给了别人，对，是很容易。对，所以里面是自己的病菌，外面是外面的细菌。对，所以一共你可以空天给你，他都他通风，他开个地方，太要注意，不要乱摸东西，然后要勤洗手。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戴口罩，自己健康人戴口罩，对不对？好，戴出去以后很开心，因为自己没病嘛，对不对？是。然后摸一摸外面的，再摸摸嘴，就把细菌就带到嘴巴里面去了。就是这个样子，你戴出去，然后外面你不小心感染到，你还摸一摸，还觉得很安心啊。这边比较干净啊，这边口水比较脏，就摸一摸，再摸摸嘴巴，牵摸眼睛，就感染到。对，哇，真的，今日非常感谢线上来到节目地图，来大家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安永改地区了解很好多哈，所以大家继续会来配合，因为整个政府大家一起来做防疫这样，所以今日请感谢线上来到鸦片，好，谢谢医师，好，你家乡亲朋友听下来来做认同了。